各位街坊早晨，又係你哋嘅老朋友阿蛋喺雞蛋仔頻道同大家吹水講古。今日同你講一套由細等到大嘅電影《尋秦記》。冇錯，呢套戲啱啱喺2026年元旦上畫，首日票房已經破咗香港紀錄啦，3日內地收1.12億，港澳衝破2000萬，仲原班人馬古天樂、林峰、孫全部翻齊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？呢個穿越鼻祖故事其實源自一本90年代嘅小說，今日就同你深入骨髓，由原著作者黃易講起，點解一本書可以影響成個華文世界？等到頸都長先有電影版，坐穩啦，我哋出發。點解《尋秦記》係穿越劇鼻祖？街坊啊，而家啲後生睇《慶餘年》話好新奇，阿媽我忍唔住要笑。你知唔知《尋秦記》出嗰陣你仲未出世啊？冇誇張。根據文匯報專題分析，黃易喺1994年至1996年寫嘅《尋秦記》係中國通俗文學第一次正式引入穿越概念，主角項少龍做特警，被實驗送返戰國。用現代知識玩轉歷史呢個設定，後嚟所有穿越劇都要叫佢一聲大佬。點解咁勁？黃易唔係淨係寫武俠，佢將科幻、歷史、權謀、愛情全部炒埋一碟，打破咗金庸、古龍嘅傳統框架。你諗下，1996年喺報紙連載嘅時候，讀者日日追到癲，項少龍會唔會改寫秦始皇歷史？佢同烏廷芳點樣發展？呢種時空交錯嘅癮，直頭係網絡小說嘅始祖。連學者都話佢為後嚟晉江起點嘅穿越文鋪咗條高速公路。你記唔記得第一次睇 TVB 版《尋秦記》係幾歲？留言話我知啊。講到黃易，後生一輩可能唔熟，但佢係香港文化界一個傳奇人士。佢本名黃祖強，早年喺香港中文大學讀藝術，做過美術老師，但係最痴迷嘅係易經、玄學、宇宙哲學。點解筆名改黃易？就係想將歷史同玄幻融為一體。佢有幾成功？1991年自立門戶創黃易出版社，靠福雨翻雲、大唐雙龍傳打出名堂。但真正爆紅係《尋秦記》。當年小說喺報紙連載，每日讀者信多到要請助理處理，單行本賣到全港書店斷貨。之後 TVB 喺2001年改編劇集，古天樂嘅項少龍、林峰嘅嬴政，直頭成為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黃易有幾影響後世啦？學者話佢嘅時空穿越設定，仲帶動咗海外中國網民熱潮，例如北美翻譯網站 Gravity Tales， 就係因為《尋秦記》呢類小說吸引大批鬼佬追更。可惜黃易老師2017年因病離世，冇機會睇到電影版上映，但係佢留下嘅穿越火種依然燒到去2026年。有時諗，如果黃易見到今日電影版嘅票房，會唔會喺某個時空笑咗出聲呢？好問題嚟啦，點解劇集2001年播，電影版要等到2026年先上？同你踢爆內幕，其實電影2019年已經拍完，預告片2021年都流出過，但係古天樂作為老闆，佢公司天下一製片親自按住唔出住。為乜？古仔喺訪問講過，喺香港上映唔難，但內地排期係一門大學問，即係話佢寧願等一個黃金檔期，避開強敵，唔想心血變成炮灰。果然2026年元旦檔一出，即刻破紀錄。香港開畫1481場，首日收1129萬，成史上最高開畫票房冠軍。2日累積港澳票房已經過2000萬，古天樂呢鋪時空忍耐贏到開項，仲有感人細節，演員名單有已故嘅廖啟智智叔，電影成為佢嘅遺作之一。當觀眾見到智叔個樣，嗰種穿越時空嘅重逢，真係眼濕濕。原著黨最關心電影同小說有乜唔同啊？蛋幫你比對喎，一劇情時間線啊！小說項少龍直接穿越戰國，由零開始，再嬴政統一天下。電影承接劇集結局，
項少龍歸隱後19年，因新反派 Ken 穿越篡位，被逼同嬴政再度聯手。2. 新角色爭議，電影加入內地演員白百何，海報排位壓過宣傳，惹粉絲怒轟。我哋等原班人馬唔係睇空降，但官方未解釋佢飾演乜嘢角色，可能係關鍵伏筆。3. 核心主題，小說聚焦歷史能唔能改變，電影責問如果你有第二次機會，會唔會推翻過去？項少龍想保護家人，嬴政想鞏固皇權，Ken 想洗脫冤獄，三個男人代表三種時空執念。點解2026年仲要睇《尋秦記》？可能有後生問呢套嘢舊啦，關我咩事？錯，話你知3個必睇理由。1. 情懷，核彈對80、90後嚟講，唔係淨係睇戲，係撈翻嗰年暑假追劇嘅自己。電影重現主題曲《天命最高》，古天樂一句你可唔可以放過我哋一家人？即刻起雞皮。2. 香港文化治癒，近年港產片低迷，《尋秦記》票房證明香港故事依然有市場。3. 穿越哲理，黃義當年寫穿越，其實想問人點樣喺巨變中守住本心。2026年嘅香港人對呢個問題應該特別有感受。支持嘅唔止係一套戲，係香港人嘅創意同韌性。最後想講，黃義呢個人好低調，但係佢教識我哋創意唔怕遲，只怕冇膽試。佢當年將武俠撈科幻，俾人笑唔倫不類，結果開咗新流派。今日電影版延遲上映，反而等到最好時機。所以話所有嘢都係時機嘅藝術。項少龍等2000年先返到現代，黃義等30年先成為經典，我哋等25年先有電影大結局。但好嘅故事永遠唔會過時。今日吹水吹到呢度，總結關鍵資訊俾你。尋秦記原著地位，黃義1994到1996年小說，中國穿越題材鼻祖。連日電影版亮點2026文旦上映，原班人馬加新反派，首日破香港票房紀錄。黃義傳奇，隱士作家融合玄學與科幻，影響全球網民。爭議點，白百何空降角色惹粉絲不滿，但係電影票房證明吸引力。咁我哋呢，互動任務咁有提到。記住啦，創意同穿越一樣，最緊要敢諗、敢等、敢行動。下集同你講《尋秦記》拍攝秘聞，古天樂點樣喺片場變身科幻狂人。訂閱雞蛋仔頻道，唔好走寶，拜拜。